嗱，啱啱過去嘅復活節啦，你話邊個最開心？我就話係啲兔仔啦，度度都係佢搶晒我鏡。你諗嘢都幾特別㗎喎。不過照我話咧，啲小朋友係最開心嘅啫。一年一度嘅復活節又嚟啦！加拿大中文電台兒童節目 How Are You 呢日移師華人商場，同小聽眾開開心心過翻一個特別節日噃。應約而嚟嘅小朋友都經過一番悉心打扮，好多都戴住兔仔頭飾，好有節日氣氛啊！啲小朋友啊爭住同特別嘉賓賓尼大兔仔影翻張相先，俾童年留翻一個美好嘅回憶啦！要開 show 啦！主持人蕭康地哥哥同莎菲寶姐姐自然要唱呢一首熟悉嘅主題曲啦。跟住 Fairchild Kids 為大家送上連串嘅精彩表演，阿 May 仲獨唱咗一首少林寺嘅插曲，哇！台風好淡定啊！牛牛仲犀利啦，得4歲咋，將月光光朗誦得咁流利，好有潛質啊！ Isabel 仲帶嚟舞蹈，皆大歡喜，哇！搞到成個台喜氣洋洋啊！樂器演奏方面呢，就有馮氏三兄弟嗰隊 band 彈得又唱得啊，仲有陳氏子弟聯手彈奏自創鋼琴曲噶。Sunshine Boy Vincent 都嚟一展才藝，而年紀輕輕嘅 Ivan 呢，街舞同樣超晒班啊，大細型男有得揮噶。一班 Fairchild Kids 落力演出，辛苦晒啦。不過相信佢哋帶歡樂俾大家嘅同時，自己都一樣咁開心啊！